俗语讲，唔捌会请人看，唔捌人就死一半。民进党主席郭文哲因为政治现金的风波，即马呢要继续的影响着，继续的谈，继续的收。即马内部人员呢有伫追究责任的声音吗？进前有发布公开信当中，郭文哲承认讲，伊家己是用人不当，识人不明，意思讲伊目睭高着喇叭意思。啊，民进党发言人吴英选承认讲，当时就是咧讨论李文忠的案件以外，更加讲郭文哲有甲问，讲民众党敢会当动过10年，造成现在一连串的这样子的风暴，好几颗老鼠屎害了一锅粥。这个月将这件小白的风波做一个总结，听得出来火气真大。也毋过讲是几啊粒鸟鼠屎嘛引发着讨论。除了如今正人的端木证，敢讲是个咧甲送警体。中央委员会上面，我们这个礼拜3开会，他也很沉痛的说，哎，他真的是识人不明，用人不当。所以他指的包括谁？包括李文忠。当时就是在讨论李文忠啊，甚至有人直接问主席啊，你怎么用你的高中同学来做财务长？伫中常会将话讲好明，郭文哲也透露伊心内话。真正发布的党员公开信，嘛讲着家己看人的眼光歹，用唔着人。外界就理由讲，这可能是咧讲李文忠。也讲吴医生强调郭文哲的情绪是释放大过气路。嘛强调，即摆毋是追究责任的时阵，毕竟事后李文忠已经伫第一时间自请处分。昨天主席还问我们说，台湾民众党能不能活过10年？我说主席这样说吗？一定要活过10年。该负责的你就该出来负责，不要彼此互相推脱。该怎么样去说服得了支持者，甚至是外界大众的质疑？这才是整个党应该要思考的。也毋过，家己人所干那无要甲先斗，点名规个竞选团队爱担起总备责任。面对着即摆状况，明仔团结消除外界质疑，正做上大考验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